中华游灯会今年伫咧4月开始开花，这白色花蕊和风吹落来，嘛人个叫做是4月雪。不过今年因为天气较慢反热，这花期也变较晚。彰化市正出名的游灯会景点福田社区，目前游灯花敢若开1成左右。中华八卦山沿线有不少游灯树，便若4、5月时，就当看到白色的游灯花开甲真旺。县府顶礼拜六伫彰化市福田社区正式宣布灯花节起鼓，民众听到消息要来看花，却发现花也未大开。花也无开咧，你讲看新闻讲拜六要开幕啊，花苞足济，这可能开起来足水。虽讲树仔顶的游灯花开也未捌，但是囡仔人甲落伫涂骹的游灯花捡起来做纪念，嘛感觉真心惜。哎，你有个花瓣啊？哦，有8个花瓣。我们从沙鹿来放假，然后带小朋友来看花。现在只开一点点，可能再过1、2个礼拜会比较好一点。彰化市福田社区的游灯花生态园区大约有10公顷，当年这个时间游灯花应该拢大开啊，但是今年2、3月小连续有冷气团来，天气较慢热，致使花期延后。目前园区的花敢若开1成左右。以往这个时阵已经遍地都是游灯花，足水的就对。但是今年因为雨水足，天气收冷。所以咧变做游灯花就较慢开。咱今年的游灯花是本来是讲到4月27，但是看这个办势，咱是会甲延落，互大家继续来遮赏花。福田社区表示，今年因为雨水高，游灯花开起来特别大蕊、特别水。原本27就结束的灯花节，社区应该延长赏花的时间。除了彰化伫苗栗、南投、桃园这所在，嘛拢有游灯花通看。客委会伫网络要各地头开花仪式的资讯，提供予想要赏花的民众参考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